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美好的一天！我们是塔吉克斯坦工人、劳工移民、普通政治迫害的普通人。来自他家族的 E. Rahman 的页面，并且来自与俄罗斯和伊朗关系密切的反对派领导人和追随者的国家。厌倦了这些人，我们没有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我们被迫把兄弟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和他们战斗。我们是简单的奴隶，我们中有很多人，我们占塔吉克斯坦人口的90%，都厌倦了内外这2或4个小家族。他们宣称自己是全能的主上帝在我们国家和全人类头上的影子。我们首先是人，是上帝的仆人和仆人，而不是小氏族和家庭的奴隶。我们希望摆脱奴隶制。俄罗斯和伊朗同时统治着 E. Rahman 和反对党领袖 M. Kabiri 和 S. Zafar， 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氏族是俄罗斯和伊朗的 ANO 代理人。我们努力将根据国际人类法与这些家族和氏族作战。我和我的人首先是人。我们希望从这些氏族和家庭中获得自由。我们是简单的奴隶、工人、劳工移民，普通受政治迫害的人占塔吉克斯坦人口的90%。我们塔吉克斯坦人民为了摆脱这些家庭的奴役，创建了自己的塔吉克斯坦人民解放军，因为对于这些家族和小家族来说，我们是国内外的工具。我们是塔吉克斯坦公民的奴隶，在国外我们请求世界社区允许我们协助并允许我们拉比工具与这些家庭和氏族作战。谁想象自己是全能上帝在我们的土地和我们国家的影子？作为奴隶、工具、工人、农民，我请求给予我和我的人民许可。尊敬的拉布前塔吉克斯坦警察局官员，与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了11年，失去了妻子、家人、孩子的母亲，目前是塔吉克斯坦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正在与独裁和氏族做斗争。家庭封建主义。多年来，我的人民容忍我们这些工人、农民在内外压迫这些家庭，诬告、杀害、强奸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我和我的人民被迫按照他们的方法与他们作战。我们工人、农民、奴隶、劳工移民、受政治迫害的普通民众，创建了来自普通人民和奴隶为人民谋福利的塔吉克斯坦人民解放军。关于你 Dedaboyev is too low。